为什么会在彰化举行呢？因为去年刚当选篮协的理事长嘛，那琼斯杯以往都是在北部来举行台北市、新北市的体育馆，但是我觉得中南部的球迷非常热情，那票房也都非常好，在我们 SBL 的季赛的时候那所以我有这个想法，那当然是要往中部南部来走，那当然不可以。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家乡彰化县那既然当了理事长，那我也是彰化的议长，那也在县长全力的支持之下那我们把琼斯杯移到彰化来，那这真的是41年来第一次到彰化来做举办那我们现在整个票房的售票那也是非常的好，那我也希望就是当选的这个理事长那也可以回馈我们中部的乡亲，让大家更能有这种国际型的赛事来到中部，那再来呢，也借由篮球，然后呢，让大家来认识彰化，了解彰化的美，还有彰化很多的传统产业、工业啦、小吃啦，让大家都了解。是，那现场特别是我们票的部分。我常常讲地方出高人拢会做好着咱地方。咱的这个议长当选着咱中华篮协理事长甲真侪好的赛事拢带来咱的中华，包括比基罗经典赛，包括 SBL， 拢互咱地方全爱好篮球的全少年朋友，甲一寡篮球的喜好者拢非常的欢喜。这一次呢，佫特别41年的第41届这个琼斯杯篮球赛有法度来到咱的这个中华地区会使讲造福着咱地方，互一寡真正爱看篮球的朋友拢会使利用这机会看这个国际赛事这是非常难得的，唔免走到北部来看，咱就近伫咱中华都来看。除了感谢咱的议长嘛利用这机会欢迎咱所有这个乡亲会记得咱7月12到7月16，伫咱中华体育场内底有琼斯杯的这个比赛，欢迎咱大朋友带小朋友做伙来观赛，替咱的中华蓝白队来加油，咱共同来这个互咱的国家队有法度利用这机会摕到咱的冠军、亚军，甲留伫咱的这个台湾伫遮再次感谢咱议长嘛欢迎咱所有乡亲做伙来。